来，你讲你个挂袂转去啦？这个挂什么概念啦？我倒互你看。不然你没有了。这人咧卖1000的啦，来，这个咧盘啊，烧条的盘啊，啊，两个要低呢，两个咧你家己分啊。三斤嘞哦。你500我买一罐，送你一罐啦。11斤的啦。你要我。哎呀，哎啦，我袂转去。小辣椒你卖鱼啊有烧无？有掉。够良心的啦！你叫我赢。咱在地客户人吼，物件时时在做，生意时时在做，经营来不等哈。你看吃久的人的吼。啊，我是凊彩啦，我哪咧度日子的啦，我哪做啊，就人生较袂无聊啦。来，我看迄菜拢啊吧，好无？